清新有幸迷中骨，萬古流芳鄉頭墳。嗱，今日講嘅古仔犀利啊，係關於我哋台山700幾年前嘅歷史，講述咗一段悲壯嘅歷史往事，帶出一位我哋家鄉嘅民族英雄。鄉頭墳村，有啲人覺得奇怪，點解用個墳字做地方名？放眼全國都極為罕有。據我所知，喺北京有一個叫公主墳嘅地鐵站，顧名思義，嗰度就埋住一位公主。而喺呢度嘅鄉頭墳村，同樣係埋住一顆鄉頭。故事追溯到南宋末年，蒙古元軍攻陷咗宋朝嘅大片國土，趙家王朝已經係岌岌可危。丞相陸秀夫同埋大將軍張世傑就帶領個皇帝仔趙昺以及數十萬嘅軍民，一路南下逃亡，到呢度附近新會崖山。佢哋覺得已經係退無可退啦，決定喺度放手一搏，同元軍作最後一戰。喺大江斗洞村有一位叫五龍喜嘅民間義士知道之後呢，就自行組織咗一支有8000人嘅民間力量，自備糧草過去勤王。當然佢係當地嘅一位超級大佬。眾人皆知宋朝已經係回天乏術，但係仍然有8000位兄弟跟住佢赴呢一趟水。從呢一點可以睇得出佢嘅個人魅力以及呢份民族氣節。現世安穩時，我沒受朝廷俸祿，風雲變幻起，我今為大宋同溫。而且五龍喜同班兄弟非常之打得，有勇有謀，對住元軍7戰7勝，一時名聲鵲起。但好可惜，最後佢被叛徒出賣，將佢殺害，而且仲將佢頭顱一割落嚟，攞去元軍嗰邊領功受賞。每當我哋嘅民族受到外敵侵犯嘅時候，就有無數嘅英雄不顧自己嘅安危挺身而出，但亦會有漢奸叛徒賣國求榮，呢啲就係歷史嘅定律。丞相陸秀夫知道之後呢，悲憤交加，然後上奏太后賜咗一塊上等嘅香木，然後叫人呢按照五龍喜嘅樣貌雕刻成頭，然後續上英雄嘅屍身，安葬喺呢個山坡上。1279年春，南宋軍隊同蒙古元軍喺新會崖山進行一場聲勢浩動而壯烈嘅海戰，宋軍大敗。丞相陸秀夫孭住皇帝仔趙昺以及10幾萬嘅軍民投海殉國。自此一戰，南宋徹底滅亡。從此呢度嘅鄉民就稱五龍喜墓為鄉頭墳，亦有傳說佢一位忠心嘅手下留喺呢度為佢守墓，在呢度繁衍生息，慢慢就成為一條村落。後人就叫鄉頭墳村。我係台山僑鄉阿倫，喺 YouTube 刷到我視頻嘅朋友，記得點個關注啊！